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，唱歌来到伊面前。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，咱是伊创造的，咱也是伊的，咱是伊的百姓，也是伊草场的羊。定感谢入伊的门，用俄勒入伊的院，着感谢伊，俄勒伊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到永远。伊的信息到万世代，请咱做起立来吟圣诗103首。A. 耶稣原本是上帝。做伙来祈祷，创造天地万物，阮阿爸爸上帝，愿一切荣光、乐乐、甲感谢拢归伫三位一体上帝。主啊，你若救赎阮的罪，阮无人会当伫你的面前徛会牢，所以阮恳求你赦免阮一切过失，监察阮的心思意念。看阮有啥物歹所行也无，愿主保守阮每一个人，无行歹人的计谋，无徛罪人的路，无坐侮慢人的位。阮所欢喜的，就是耶和华的律法，明日三思的，也是你的律法。愿阮亲像树栽伫溪边，照时来结果子。恳求主你将新的意象不断启示予阮，予阮的事奉有方向甲目标，予阮通真跑走的路站，佮通持守所信的道理。主啊，阮恳求你怜悯台湾的众百姓，赏赐台湾有好的领袖，是一个有信仰、有方向、佮有智慧。会通带台湾启造一个遍行公义、满有慈悲、怜悯甲疼心的和平的国度。求主为着台湾伫即个混沌无明的世代开一条开阔的路，互台湾伫经济、外交、甲国防
拢会通看明上帝你的心意，毋是一个嘴讲要行公义、心存怜悯、谦卑甲上帝三角行，却是喙舌开缺，用无公道的天平所藏的是假凊颓。主啊，恳求你看重台湾的未来，想使阮有一个好，佮有以上信仰事情的领袖。主啊，阮是罪人，佮住伫罪人的会中。你既然想使阮，你的独生圣子来到世间，来拯救阮，阮脱离黑暗的世代。阮更较恳求主你拯救全台湾侪毋捌你的人，来脱出黑暗的权势，进入光明的国度，来得到你所想事各我的活命，用换新的心智来变化家己，通来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、通欢喜、宣传的旨意。愿恳求主，你的怜悯甲医治，遍行伫台湾侪身体病痛、心灵创伤的人的身上，尤其恳求主，你的安慰临在伫正日台中接运受灾的众百姓甲亲人的身上。愿主你用无限的安慰甲疼来医治这块土地，扶持阮所做的，阮所做一切会通荣耀主你的圣名。阮也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，三角来祈祷讲：阮的天父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你成，伫地人心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今仔日落阮，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。无你传入去，就救阮脱离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、能、荣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咱做伙来启用伫圣诗后面，启用第23篇，诗篇118篇，启文第23篇。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。愿以色列讲，愿阿伦的家讲。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，我伫危急的中间求叫耶和华。有耶和华甲我伫地，我就无惊。着甲我开义的门。这是耶和华的门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应我。师傅所起杀的石，已经成做触角头的石。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。耶和华当求你拯救，奉耶和华的名来的，应该得到福气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恁着感谢耶和华，
因为伊是好。咱继续来吟诗而乐上帝，圣诗第279首，主踮我心内，无惊吓自在，请起立吟全首。
咱即是做来强读上帝话，诗篇第84篇。万军的耶和华，你徛起的所在怎样遐通意爱？我的心神乱无耶和华的殿宇到昏去，我的心肠，我的肉体，我的上帝求叫。万军的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！赤鸟啊，为着家己找到一个厝；鹰啊，为着家己找到父囝的寿，就是伫你遐的祭坛遐，徛起伫你的厝的，迄个人有福气。因要直直学了你，伊的力在伫你；因的心意，锡安的大路的，迄个人有福气。因经过流目屎的山谷，互伊变做山水泉的所在，阁有秋天的雨的福气，甲伊盖满。因哪行快乐哪加天，别人到锡安朝见上帝。万军的上帝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的祈祷；雅各的上帝啊，求你按耳孔来听。做阮的盾牌的上帝啊，你着看，看你受抹油的面，伫你的殿宇待一日，较好1000日；宁可伫我的上帝的厝过门，较好踮伫歹人的布边。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，是盾牌；耶和华赏赐恩惠甲阳光，伊袂捌留一项好物。无互遐会行正直的人，万军的耶和华，我靠你的人有福气。愿主祝福咱是会当听叹上帝的话。咱接着要请本堂陈文钦牧师来传讲信息，心的刻薄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，互咱伫主日的时，会当同齐做伙来敬拜上帝。当咱的心刻薄落雨的时阵，因为咱已经真久真空闲伫中南部的所在，总是上帝就照时赏赐雨水轮得伫咱的中间。咱真正爱感谢上帝伫伊的面前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听世间人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遮尔大的恩典赐落伫阮的中间。主啊，阮的心刻无你，亲像鹿翕无溪水，爱以爱来到你的面的所在，条件你，领受你的面、你的荣耀、你的疼甲祝福。但阮今早起三角敬拜，愿你的神充满祝福伫阮的中间。祈祷感谢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诗篇84篇是咱真熟佮真水的一首敬拜的诗。特别伫现代中文译本无写，总是和合本伫每一个诗的头前，拢有一个标题，也是标注讲这是什么人所写的诗。诗篇84篇。就是可拉后裔的诗，到底这个可拉这个人是什么人？伫历代志上卷6章38节就记载，这个可拉就是利未族的一个人，利未族的后代，因是担任伫圣殿的敬拜，就是亲像诗班共款来担任伫圣殿的献诗，阿罗上帝。咱知影大卫王、所罗门王，因起做圣殿了后，就真重视圣殿，常常爱有吟诗、学乐甲敬拜。因为伫诗篇22篇也记载讲，以色列的上帝是通过以百姓的学乐来起做宝座的。换句话来讲，当教会愈侪学乐甲敬拜，上帝就踮伫咱的中间，所以可能也是担任今仔日圣歌队一个足要紧的队员。上时也是担任圣殿的守卫，
就是圣殿的过门的。当然要对大家来到伫少年教会时阵，咱来经过迄个罗米迄个所在，就有人伫迄个所在来甲咱招待、甲咱按捺，迄个也就是可能是利未族一个真重要的工作。对整个诗篇，就互咱知影，诗人的心真刻薄，意爱来到伫上帝所在，来敬拜上帝，来享受甲上帝相处的欢喜。伫列王记下卷第16章记载讲，这个圣殿本来是一个俄罗上帝敬拜的所在，但是又拄着一个真歹的王，这个王叫做亚哈斯，是南国的一个王。伫圣经内底咧记载，一个王是好是歹，就是伊有敬畏上帝。总是这个亚哈斯是一个歹王，无敬畏上帝。伊伫圣殿，就是这个礼拜堂的所在，将真济偶像、土地公、妈祖放来到伫内面，互济济百姓离开上帝。所以圣经中间讲，一个好的王、歹王，迄个上重要的关键，就是伊是毋是有敬拜上帝。也因为安尼，圣殿无敬拜，圣殿无吟诗学乐。有16年的时间，这真济祭司，这利未人16年无敬拜上帝，因为心内底有真济刻薄，想到过去因伫教会、伫圣殿敬拜上帝的时阵，迄个欢喜甲感谢，但已经真久了，10几年的时间，因袂当敬拜，所以因的心有一种的刻薄意爱。来到伫圣殿的中间，另外学者根据诗篇84篇嚟研究这段诗篇，也就是收掠南国伫主前587年收掠到伫巴比伦帝国的时阵，有上帝百姓深深刻薄因伫圣殿敬拜迄种的意爱，因伫遐笑脸。因伫遐思念过去，因会当伫圣殿敬拜，但今仔日国家已经亡国了，圣殿互人拆毁去，因的心伫遐乱无上帝的殿院。对安尼，咱就知影，诗篇84篇是一个真水的诗，乱无刻无来到上帝面前的敬拜。是我尼啊水，我尼啊好。小太阳教授也捌用诗篇84篇来写谱来唱，互咱吟出真水的心幕。通过这段圣经，咱会当看见心的刻薄是甚物？咱心内刻薄真侪代志，会当买到好衫，会当买到真宝贵的物件，除了这以外。咱的心灵有一个刻薄，就是会当来条件上帝面，因为条件上帝会当得到福气。咱要对84篇来领受，至少有3项的福气。第一个就是心无亲近上帝，住伫上帝殿的人，这个人有福气。一开始诗人就安尼来描写这段圣经，安尼讲。万军的耶和华，你徛起的所在，太遐通意爱。我的心神乱无耶和华的殿院，甲分去。咱读到这段圣经，就亲像一个恋爱的人，在恋爱的中间，伊的心思思念念，都是伊的爱人啊，伊的情人同款。诗人伊的心思思念念，就是会当来到上帝面前。伊讲：我的心，我的肉体，用我的上帝来求救。当咱读到这段诗篇，就会当感受到诗人的心，我尼啊大意爱来到伫上帝教会。兄弟姊妹，咱会当来到上帝教会，是一个幸福的代志。
阿们嘛。咱会当来到上帝所在来敬拜上帝，这是一个欢喜、感谢、幸福的代志。因为有真侪人无法度来敬拜上帝，真有可能伊倒伫病床的所在，伊想要来无法度来，伊真确无。有真侪人检在伫这个时阵，伊有工作的缘故，无法度休困来教会来敬拜上帝。因的心是偌尼啊确无，因为伊想到咱兄弟姊妹会当伫敬拜的时阵，做伙学乐敬拜，礼拜了后，各会当兄弟姊妹互相亲睦、互相讲话、互相分享，迄个情景偌尼啊欢喜。所以诗人讲到这个时阵，伊就想到空中看到空中有两种的鸟啊。一种的鸟啊，就是赤鸟啊。赤鸟啊，是一个真美丽的鸟啊，总是会当住伫圣殿内底，上帝教会内面有平安、有喜乐，伫遐唱歌，迄种的欢喜。咱知影赤鸟啊，无论伫以色列、伫台湾，拢是一个真普遍的一种的鸟啊，真细只，真无受人的重视，要抬来食嘛无肉。总是这落鸟啊，伊会当伫上帝这段的所在，伫遐找到安稳的所在。咱来到上帝面前，也找到咱的心灵安稳的所在。诗人佫讲到第二种的鸟啊，就是燕子，台语甲叫做鸯。鸯是飞来飞去无定着的所在，是一种的好鸟。咱知影。咱台湾是一个亚热带的所在，特别伫寒天，西伯利亚、伫苏联这个所在真冷。有一寡鸟啊，会当伫北边的所在，就飞来到伫台湾较烧热的这个所在。钱啊，飞来到伫圣殿的所在。诗人讲，伫圣殿的这段找到父囝的手，伊加真侪草啊，伊要去倒位？最后找到圣殿一个角落的所在，用草啊甲围起来做一个树，伫遐父囝，伫遐生卵，伫迄个所在生团做。兄弟姊妹，诗人用这种的形容来描写，圣殿就是咱信仰的中心。咱一代一代要伫上帝教会中间来生团咱的囝子。咱讲，咱的囝儿是健全的后代，互咱下一代、下一代，拢是对上帝真大的敬虔。诗人用这种的鸟啊，来看见因飞来飞去伫各所在，总是因找到一个真水的所在，就是上帝殿，来表明咱今仔日受上帝拣选的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上帝囝儿。咱剑是欢喜来到伫上帝面前嘛？鸟啊，都会当找到圣殿，得到安稳，何况是咱每一个上帝所拣选的百姓。有一届伫我带的查经班的中间，有一个兄弟来问我讲：为什么礼拜日都要来教会做礼拜？踮厝兼袂使？踮厝会当看 Good TV 的电视，伫厝嘛会当家己读圣经祈祷。为什么都爱来教会做礼拜？我相信有真侪人检采，包括咱在座每一个嘛问过这个问题。我想问题毋是礼拜日是毋是爱来教会做礼拜，是在伫咱的心。日本人讲“哭咯”。你的心内底是毋是有确无欢喜来到上帝面前？若是无这种的确无，咱当然有真侪理由。我相信咱有一个同款的经验。若有人真爱看棒球、野球的人，伊拢会想要买票，去到伫现场看到人讲红不让，伊就跳起来，哇，红不让！得分啊！
哪有人真爱听公会唱歌？伊毋是伊当然会当买 CD 转来听。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客买票几啊千块、5000块，搁买黄牛票，要到伫演艺厅遐来听伊唱歌？为什么？因为伫现场的中间有无共款的气氛，伫现场来听这演唱有无共款的感觉，有无共款的气氛，迄种的临场感，伫甲咱厝咧听。电视内底还是音响咧听，是完全无共款。共款的道理，伫咱厝做礼拜，甲咱来教会敬拜上帝，咱嘛共款有临场感，对毋对？至少看到牧师现场一只讲道，是无共款的。咱会当伫电脑看咧做礼拜，无共款。共款，但是无共师傅，无共款。因为来到上帝所在，就是咱找到心灵的归属感。心理学家阿布拉罕·马斯洛伊安尼讲，一个健全的人的发展，就是会当找到安全的归属感。马斯洛的理论内底讲，每一个人拢有食困的需要，人有一个安全感的需要。人有听，互人听的需要；人有受尊重的需要；人更客观的一个赞数，就是人自我实现，将伊的理想实现出来。伊讲，一个人会找到安全的归属感，咱的信仰的归属感，就是伫上帝教会内面，会当互咱得到满足、安息甲归属感。第4世纪真出名的神学家。甲奥古斯丁讲，每一个人的心内拢有一个空位，这个空位毋是物质会当满足咱，食真好，买真好的物件，住真大间的厝，但是咱的心内幽怨空虚啊。如果每一个人的心内底有一个空位，这个空位就是当咱找到上帝的时阵，咱心内空位就会当得到满足。会记我伫细汉的时阵，5、6岁的时阵，看到我的长辈，我的阿公阿嬷，因是怎样咧准备要去教会做礼拜？大个所在离教会差不多够2点钟的路草，爱行对厝行到教会爱2点钟，是住伫台东较偏远的所在，叫做希纳西基，翻菜叫做槟榔这个所在，行到台东市要够2点钟。总是礼拜的时阵，下拜六都爱准备啊。阿嬷都爱较紧去洗头毛店，洗到头毛，互安尼水，咱中间有几啊个，哇，安尼洗到头毛好洗。因为我要来见上帝，袂当凊彩。毋然呢，都爱甲我阿公的衫，迄个设置爱捂落好势，要来敬拜上帝。礼拜日到啊，都爱准备菜，佮准备米。来到上帝圣殿大东教会敬拜上帝，了后中昼做伙食饭，了后下晡2点，搁做一场礼拜，差不多3点半，因才搁倒转去。咱今日做礼拜足轻松的，2手空拢会当来啊，毋免搁炸什么物件来。2手无炸圣经圣诗，至少嘛爱炸钱来奉献。较早的人对上帝敬拜一种的虔诚，准备意爱来到上帝殿里。第40诗人安尼讲：徛起伫你圣殿的中间的人，偌尼啊福气，因不断咧学落你。第2项，咱会当对这段圣经第5节到第8节，讲用实际行动到伫锡安的人有福气，因用行的。当时的诗人，因爱用行到伫圣殿来敬拜。伫过节的时阵，无论是搬过节、大平安节、五旬节，因伫节期的时阵，一定爱到圣殿敬拜，就是行教会。总是因所行的路，无亲像咱即马有坐车、有开车用行，
路拢毋是平坦，因是一个朝圣者，爱经过搬山过岭，到伫流目屎的山谷。其实这个流目屎毋是哪要来礼拜哪咧哭，毋是这个意思。流目屎，咱对圣经翻译就知，这是一个抗旱打扫的过程。圣经描写这个流泪谷、流目屎的山谷，就是伫基利波山附近有一种植物会流出一种的油，这个油敢若目屎，迄个油真芳，所以咱讲迄个树拿的过程叫做流目屎的山谷，是代表打扫欠缺、迫害、困难，是一条无简单的路。总是上帝为着这个要敬拜上帝的人，来准备河水润泽，互因祈祷，哪有气力，哪行气力哪加天，来到伫上帝面前来敬拜。《天路历程》这本册是本人约翰所写的。伊讲每一个上帝呼召基督徒，拢是咧行天路。那每一个人拢咧行天路，受洗了后，咱就是要行天路。行天路的过程有真侪困难、诱惑、攻击、陷阱、挑战、威胁伫咱的内面。总是咱都爱倚靠耶稣不变的疼，按照荣耀的性情来行，咱才会当得到上帝予咱水的奖赏。我相信世人的经验，嘛是咱今仔日每一个基督徒的经验。咱的人生的经过，绝对毋是平。有山爱打拼，爱奋斗；有谷就是有困难，有挑战。有人讲，咱的人生亲像心电图，你捌看到心电图无？咱若看去家户病房的所在，拢有一个心电图。这个心电图就是代表咱的生命有起、有欢喜、有艰苦、有成功、有流目屎，这就是咱的人生。爱拼才会赢，3分天注定，7分靠打拼。咱的人生伫这个过程内底，倚靠上帝恩典。总是有一天，这个心电图，安尼就是叫做咱的生命已经差不多啊，定起啊。咱的心中也未定进前，咱拢爱继续打拼伫人生的路上。感谢上帝，伫人生的打拼过程内面，有遮尔侪兄弟姊妹对东西南北欢喜伫主日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上帝，领受上帝听祝福伫咱的中间。每一届伫礼拜时，看到咱的兄弟姊妹中间有人坐轮椅的，真感动，真无方便，总是因有缘欢喜来到上帝面前做礼拜，伫遐献上感谢。我的心实在真感动。这行动无方便的人，坐轮椅的人，甚至有人吊电梯的人，也同款来做礼拜。因的心这种的刻薄，实在互咱有真大的感动，因为因刻薄上帝。第三，咱会当对这段圣经节内底第9节甲12节，住伫上帝厝的人，倚靠上帝的人有福气。一段辛苦的路程，但已经到伫目的地，诗人第一个念头就是向上帝感谢。兄弟姊妹，当咱来到教会时阵，坐落去，毋是互相咧讲话，感谢上帝。你个我会当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，上帝保守，互我也会当来敬拜上帝。诗人伫这个所在讲，上帝啊，会当住伫你的圣殿的一日，较好1000日。我宁可伫上帝殿院过门，无要伫歹人的布片内底。诗人讲出伊心内感谢。
上帝啊，会当来你的面前，这是我呢啊感恩的代志。一般人一个月拜拜2届，初一十五2摆尔。基督徒一礼拜敬拜上帝几摆？有4摆，7天都爱敬拜上帝1摆。安尼啥人较敬虔？当然是爱一礼拜、一个月4摆敬拜上帝的人，爱有敬虔的心伫伊的面前，会当住伫上帝教会，敬畏上帝，感受到万军的上帝，你是早伫地、现在伫地，永远到远伫地，毋若到远的子子孙孙，永远伫地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使人享受到敬拜的幸福甲快乐。英语叫做 encounter with God，encounter with God， 讲会当伫礼拜时阵去拄着上帝，去经验着上帝，这才是礼拜上重要的所在。礼拜毋是直接交杯，直接食饭讲话。礼拜上重要是咱的心灵会当去拄着上帝。所以咱会当敬拜上帝是一个上水的代志，英语叫做 worship。咱知英语这句 worship 什么意思？就是咱已经做一项有价值的代志，叫做 worship。所以后来甲翻出来叫做敬拜。worship 就是一个有意义、有价值的代志。所以一个人会晓敬拜上帝，就是一个有意义、有价值的代志。阿们吗？咱已经做一项有意义、有价值的代志，就是咱会晓敬拜上帝。伫我国中的时阵，伫这个校园的诗歌内面，都有一首歌，这首歌叫做《我宁愿有耶稣》。诗人咧描写，伫伊的人生拄着真侪困难的过程内底，但是又掠掉一项，就是我有主耶稣。加做我的愿望、帮赞、祝福。伊讲：我宁愿有耶稣赢过金钱，我宁愿有耶稣赢过财富无边，我宁愿有耶稣赢过土地。愿主手的灵魂引带我的前途，赢过做君王，统治万方。虽然我拄着困迫，但是我宁愿有耶稣。赢过世间荣华富贵名望，这首诗歌是会当唱。我宁愿有耶稣，我唱一句就好。我宁愿有耶稣，胜于金钱。我宁属耶稣，胜过财富无边。我宁愿有耶稣，胜于地土，愿主定恒诉说，引导我前途。这道诗歌非常的水，会当伫上帝内面有主耶稣伫咱的内面，咱是一个幸せ，是一个幸福的人。主耶稣伫山顶的部分，马太福音第5章第8节讲：清起心肝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拄着上帝。咱来做礼拜，上重要就是咱会当拄着上帝。清起心肝的人，较无的人，咱就会当拄着上帝，将上帝恩典、安慰、祝福、鼓励。医治、透放伫咱的中间，互咱倒转去的时，咱就带有欢喜甲快乐。上帝来祝福咱，过一摆用诗篇84篇，诗人对圣殿的渴慕，也成就咱一生对上帝上大的渴慕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今日三甲做伙敬拜，通过诗篇84篇。看见诗人伊的心对上帝定义的渴慕，也成做阮今仔日所有的基督徒
阮的心对上帝犹原渴慕，以爱来条件上帝。上帝啊，你有充满荣耀，你有充满尊贵甲祝福。当阮的心找到上帝的时阵，阮就得到心满意足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对阮的列祖因怎样渴慕上帝，阮今仔日也同款，用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互阮的子子孙孙也拢成做健全的后代，伫上帝面前享受对上帝来恩典甲祝福。献上阮的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最后，这位来吟祝福的诗歌《圣诗513首》，愿主祝福保护你，请起立。呀，
搭恁通平平安安倒转到伫恁生活工作的职场，愿天父上帝听，甲恁三甲地地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陪伴恁，圣神的感动催逼甲祝福，互恁时时做见证，对他直到永永远远无尽。阿们。请坐，灭倒下温受垂肯。